早上好，我親愛的弟兄姊妹，在我們開始之前，我想讓你們知道，這是一個特殊的時刻，是信仰與希望的交匯。請告訴我，你是否曾感到如此渺小，如此被遺忘，仿佛你的聲音無法傳達到天主的心中？或許你曾感到世界貶低你，你的掙扎無人關注，你的努力無人真正看到。今天，我滿懷愛意地向你們保證，你並不孤單。即使一切看似艱難，世界試圖貶低你，我們信實的天主仍會支持你，用他無限的愛堅固你，提升你。讓我們一起默想這個真理，敞開心扉，接受能改變你一天的祈禱。我們生活在一個用外表、表現、影響力和可見的成就來衡量價值的世界。如果你不符合這些標準，你很快就會被拋棄。社交媒體每天都在強化這種觀念，展示着看似完美的生活，練習過的微笑和持續不斷的成功。然後，在某個分心的時刻，你會發現自己在與他人的旅程進行比較。你開始懷疑自己是否落後了，上帝是否已經忘記了你，你的人生是否真的值得活下去？這些想法雖然無聲無息，卻像鎖鏈一樣壓在你的靈魂上。但上帝衡量你的標準與世人不同。世人看外表，上帝看內心。世人追求的是表現，上帝追求的是信服。他尋找的不是完美的人，而是甘願付出的心。受傷的人，即使受到傷害，仍然有信心繼續前行。平凡的人，即使默默無聞，也選擇行善、服侍、寬恕和愛。你或許不被他人看見，但上帝卻完全看見你，了解你。在他的眼中，任何善舉都將被銘記。秘密就在於此，當你感到被貶低、被鄙視、被遺忘時，上帝就在你身邊。聖經中充滿了普通人在最失意時被上帝扶持的例子。摩西被拒絕，被孤立在沙漠中，以為他的使命已經結束。但正是在那裡，在孤獨中，上帝召喚了他。大衛是家中最小的孩子，被遺忘在田野裡，但他卻是上帝揀選為君王的人。瑪利亞是一位平凡無名的年輕女子，但她卻孕育了世界的救世主。這些故事並非偶然出現在聖經中，他們被記錄下來，是為了在你感到渺小、軟弱、被遺忘的日子裡，讓你想起上帝正是揀選了那些世界試圖抹去的人。他扶持受辱的人，他高舉被拒絕的人，他把淚水的深淵變成希望之路。也許今天你正掙扎於無能為力的感覺，也許你曾遭受過刻薄的言語、傷人的批評，又或許你被最渴望關注的人忽視。也許你曾努力變得堅強，但事實上，你的內心卻疲憊不堪。這一切都讓你懷疑自己的價值。但有一個真理需要你內心深處去體會：你被上帝所愛、所選擇、所扶持，他永遠不會拋棄你。上帝呼喚你，並非因為世人對你的看法，他呼喚你的名字，他看得見你，他知道別人看不見的東西，你隱藏的淚水，你默默的掙扎，你在黑暗中發出的禱告。更重要的是，他隨時準備扶持你。當你帶着破碎的心來到上帝面前時，他不僅會接納你，還會修復你。他會拾起碎片，開始重建新的、美好的、有意義的事物。往往就在你似乎失去一切的時刻，上帝會為你搭建舞台，讓你在那些質疑你的人面前重新站起來。他將失敗變成見證，將失敗變成教訓，將傷痕變成勝利的印記。所以不要灰心，
即使世界告訴你，你一文不值，上帝的聲音仍在說，你是我的，我揀選了你，我會扶持你。這就是我們今天一起祈禱的原因。因為當我們感到渺小，當一切似乎都在壓垮我們時，正是在我們脆弱的時刻，上帝以最大的力量行事。正是在那裏，他表明力量並非來自我們，而是來自他。正是在痛苦的時刻，他賜予我們新的生命。如果你已經走到這一步，感覺沒有人理解你，我想提醒你，上帝理解。如果你一直默默前行，強忍淚水，表面微笑，內心吶喊，要知道，他洞悉一切。他此刻就在這裏，隨時準備扶持你。你並非僥倖，你並非在天堂隱形。即使在你最黑暗的夜晚，上帝也自有安排。準備好你的心，因為在接下來的幾分鐘裡，我們將把所有被拒絕的感覺，所有的挫敗感，所有被輕視的痛苦都交託給主。當我們祈禱時，強大的力量就會發生，鎖鏈開始脫落，思想煥然一新，心靈再次充滿希望。如果這條信息觸動了你的心，請留下你的聯繫方式，立即訂閱頻道，打開鈴聲，點讚此視頻，分享給需要這條信息的人，並在評論區留言。當世界試圖將我擊垮時，上帝會扶持我。讓我們將信仰、力量和安慰傳遞給需要的人。你可能會問自己，但上帝會如何扶持我？他如何改變這看似不可能的處境？這些都是合理的問題。在軟弱的時刻，我們的頭腦會執着地創造失敗的場景，懷疑開始悄悄地告訴你，你不會成功，一切都不會改變。上帝的承諾只給別人，而不是給你。正是在這些時刻，我們需要記住一個不可動搖的真理：上帝是將不可能變為現實的專家。當你周圍的一切都尖叫着失敗時，上帝卻低聲告訴你勝利。當門似乎緊鎖時，他擁有一把正確的鑰匙，可以打開你以為永遠失去的東西。上帝的話語充滿了轉變的見證。約伯失去了一切，健康、財產、家人和朋友，但他依然忠於信仰。在他的故事結束時，上帝使他復活，並賜予他比以前多1倍的財富。我們絕不能忘記，上帝的時間是完美的。等待常常讓我們感到絕望。這種拖延讓我們感覺自己被拋棄了，但實際上，上帝正在幕後運作，調整一切，預備人、地點和機會，讓你的轉機降臨到最合適的時刻。當你禱告等待的時候，上帝會運行諸天，使之對你有利。你知道你在寂靜的房間裡流下的淚水嗎？那淚水沒有白流。你知道那些夜晚，你枕着枕頭，心想我再也受不了了嗎？上帝看到了你的每一滴眼淚，他聽到了你的每一個想法，甚至那些你從未勇氣用語言表達的想法。他知道你肩上的重擔，也知道如何讓你安息。最美好的事是，上帝不僅看到了你的苦難，他也與你感同身受。耶穌自己也曾遭受拒絕、背叛、羞辱和嘲笑，他深知痛苦的滋味。正因如此，當你屈膝向他傾訴你受傷的心時，你就能確信，你正在與一位深切理解你的人交談。上帝不僅會扶持你，他會以一種讓目睹你跌倒的人都無話可說的方式扶持你。他會用榮耀扶持你。他會從內心堅固你，他會賜給你新的人生觀。你的故事不會以失敗告終，上帝正在書寫新的篇章。
即使今天你似乎已經走到了盡頭，但實際上你只走了一半，勝利尚未到來。你有多少次想過放棄？有多少次你覺得你所做的一切都是徒勞？或許你環顧四周，心想沒有人注意到我的努力，我犧牲，我奉獻，我每天奮鬥，然而我卻總是被遺忘。但請記住，天空在注視着你默默播下的種子，終將開花結果；你隱藏的祈禱終將得到回應；你因恐懼或失望而埋葬的夢想，上帝依然記得每一個。不要以為時間讓上帝忘記了一切，相反，他正在讓一切成熟，以便當它發生時，它會比你想象的更偉大、更美好。因此，即使沮喪試圖阻止你，即使悲傷試圖讓你沉默，也要振作起來。你面對困境時的精神狀態可以徹底改變你的人生軌跡。與其向恐懼屈服，不如開始滿懷信心地宣告：上帝會扶持我，我的未來掌握在他手中，沒有雜魔能阻止我完成他為我預備的旨意。聖經在以賽亞書41章10節說：所以不要害怕，因為我與你同在；不要驚惶，因為我是你的神。我必堅固你，幫助你，我必用我公義的右手扶持你。這應許是給你的。他不是給聖經裡某個遙遠的人物，也不是給那些更聖潔的人。他是給此刻正在聆聽這信息，感受每一句話的你。你知道嗎？上帝會用你的痛苦來建立強有力的見證。有一天，你會回首往事，明白你為何要經歷這一切。你會意識到，每一滴眼淚都滋潤了上帝正在預備豐收的土地。你收到的每一個不，每一扇關閉的門，每一段漸行漸遠的友誼，一切都有其目的。生活或許會試圖貶低你，環境甚至會給你壓力，但上帝即將以連你自己都意想不到的方式提升你。所以，繼續相信，繼續祈禱，繼續前行，不要停下腳步。最好的還在後頭。接下來的幾分鐘，我們將做一個強烈的禱告，祈求上帝除去你所有被拒絕的重擔，所有自卑感，以及所有那些傷你的言語所帶來的痛苦。讓我們一起呼求聖靈，使你的心靈得到醫治、復興和新的盼望。如果這條信息對你有所啟發，請抓住這個機會，進一步堅定你的信仰。訂閱頻道，打開鈴聲，這樣你就不會錯過接下來的禱告。喜歡這個視頻，分享給需要聽到這段信息的人，並在評論區留言。我相信上帝會幫助我。你的互動有助於我們將此信息傳遞給更多需要的人。現在，讓我們一起進入深深的禱告。如果可以，請閉上眼睛，深吸一口氣，敞開心扉，接受上帝的觸摸。無論你身在何處，無論是在家、在工作場所、在公共交通工具上，甚至在寂靜的房間裡，上帝此刻都在聆聽你的聲音。主啊，我的上帝，我的父啊，此刻我將自己置於的面前，我的心在此敞開，渴慕的恩典，知道我的掙扎，我隱藏的淚水，以及那些常常折磨我的想法。父啊，我祈求今天以新的方式進入我的生命，扶持我，使我脫離每一次跌倒，醫治這世界在我心中造成的創傷。主啊，多少次我感到自己渺小，被忽視，被輕視，但今天我要滿懷信心地宣告，我是的孩子，愛我，任何苦難都不能阻止我活出的旨意。在曾經充滿羞恥的地方，賜予我榮耀。
在曾經充滿恐懼的地方，賜予我勇氣；在曾經充滿悲傷的地方，播撒真正的喜樂。主啊，我現在祈求，除去所有關於我的負面話語，除去所有那些被人看不起我價值的貶低，除去所有那些關閉的大門，除去所有我錯過的機會。天父，我將所有的失望，所有的淚水，所有的沉睡的夢想都交託給你。我將一切都交託在你的手中，因為我知道只有你才能改變今天看似不可能的一切。聖靈，求將新生命吹入我的生命，更新我的力量，正如在以賽亞書40章31節所說，但那等候耶和華的，必重新得力，他們必如鷹展翅上騰，他們奔跑卻不困倦，行走卻不疲乏。願這應許今天在我身上實現，願我感受到的更新滲透到我的身心靈。主啊，我祈求你治癒我過去的創傷，修復我受傷的自尊，幫助我透過你的眼光看待人生。願我能夠看到自己的價值，不是基於他人的看法，而是基於來自你的真理。願我明白，即使世界試圖貶低我，你仍會用愛和力量扶持我。父啊，求預備我所要走的路，在我如今只看見的地方，為我打開門。求安排合適的人走在我的路上，幫助我成長，建立我，成為我生命中蒙福的工具。求除去我身上一切負面影響，一切咒詛的言語，一切失敗的能量。願的靈在我裡面獨佔空間。主啊，我也為此刻聆聽我禱告的每一個人祈禱，為每一位跟隨我禱告的人祈禱，為每一顆飽受折磨的心，為每一滴默默流下的淚水，為每一聲絕望的嘆息。願你的安慰此刻臨到這個人，願他們感受到你無形卻強大的擁抱，願他們知道他們並不孤單。上帝啊，扶起跌倒的，堅固軟弱的，醫治患病的，將生命帶往死亡之地，使希望在沮喪之處綻放，改變故事，書寫新的開端，成就人類曾經認為不可能的事。即使今天沒有得到答案，他也會賦予那個人不可動搖的信念。這份信念經得起時間的考驗，即使清晨淚流滿面，也不會放棄，始終相信主會在適當的時候採取行動。主啊，我感謝賜下一切已然來臨的勝利。我提前讚美，因已為我以及現在與我一同禱告的每個人所預備的祝福。我知道，從此刻起，一個新的季節開始了，一個成長、榮耀、補償和情感療癒的季節。從現在起，每當我聽到那些試圖貶低我的聲音，我都會想起這個禱告。願我的心蒙蔽，抵擋仇敵的謊言；願我的心堅定於的真理，愛我、揀選我、堅固我。如果我再次感到軟弱，願我記起我們此刻語的對話，願我回到這裏，再次聆聽的每一個字，並重拾力量。因為我知道父啊從未拋棄我。最後，我懇求，也用我的生命去提升他人。願我成為光的載體，願我成為他人生命中禱告的回應。願我幫助他人崛起，正如主今天提升我一樣。我滿懷信心，新的盼望，並確信主正在行動，以此禱告。奉耶穌的名，我宣告，阿門。如果這段禱告觸動了你的心，如果你覺得上帝今天對你說話了，我想向你發出一個非常特別的邀請：立即訂閱頻道，打開鈴聲接收接下來的禱告，點讚幫助我們接觸更多人，並與你愛的人分享這段視頻。
請在評論區留言，上帝使我復活。你的參與非常重要，這樣這個信息才能繼續傳達到其他人的心中。願上帝的平安今天和永遠與你同在。